逢星期日朝早，會有好多車由附近嘅村鎮駛嚟，參加和田市嘅周日墟市。好似嚟自昆侖山脈同附近綠洲嘅人都會嚟呢度進行買賣。呢個墟市位於市中心嘅十字路口，由路口向東行，沿路上兩邊攤檔林立。呢條大街全長1/4里，大約500米。到中午呢度人頭湧湧，好似全市嘅人都嚟晒咁。呢位老伯賣嘅地氈係花咗2個月先至織成嘅。而女士們就最中意買鞋。墟市仲有其他類型嘅攤檔，部分係政府開，部分係人民公社開，亦有私人開嘅，都係賣食物同手工藝品。啲檔口都好簡單，但係貨品琳琅滿目，切合生活嘅需要。墟市仲會有煮羊肉唔少得嘅香料賣，全部都用袋袋住，有成97種咁多。有肉賣，仲有魚添。呢啲並唔係日本嗰種日式串燒，而係一種羊肉串燒。維吾爾族嘅帽款式好多，睇上去好似一朵朵花咁。攝製隊成員都想買翻頂，不過呢頂太細啦。
老闆話呢頂係女士嘅帽嚟，唔怪得知戴唔落啦。攝製隊仲發現有酸乳酪賣添。隊員問檔主今日生意點，檔主就話只係賣咗一嚿。呢個攤檔專賣新鮮出爐嘅燒餅。攝製隊竟然發現市集度有冰，所以好想知道啲冰響邊度嚟。この氷はどこから持ってきたんですか？原來市入邊有間專賣冰嘅鋪頭。至於呢啲黃色嘅雪糕係用蛋做嘅。黃顏是什麼顏色？哦，灰色那個。看到色的結果。雞蛋的顏色。隊員對呢啲用蛋做嘅雪糕好有興趣，所以買翻杯試下。食完仲大讚好好食，好有蛋味添。據當地嘅人講，無論啲人會唔會做買賣，都會嚟呢度趁墟。維吾爾族人中意熱鬧，1星期1次墟市，為佢哋帶嚟好大嘅樂趣。